大家好，我本身大師翻到嚟醫生。今期當紅人物睡馬麗啊，定係奉勸你一句，別抽。喺二甲回響 PVE 嗰度就幫咗好多啦 ，PVP 就更加唔使講添。暫時咧就突破到2階啦，抽咗3隻，但係萬聖節咧30、31號咧就開始有活動啦，留翻少少召喚券啊，記住。常駐池100、200、300抽都有嘢送啦，一個唔小心喺嗰度抽到睡馬麗咪搞掂。雖然機率好少，但係都可以搏下，咁咪有機會慳翻啲極上召喚券咯。下條片再講下啲活動。暫時升到佢355啦，我覺得咧抽1隻就得噶啦，唔需要完全突破晒嘅。呢隻角色我覺得太勁啦，咁我打2場俾大家睇下先。加點數咧暫時未有太多攻略啦，我都答你唔到點樣加點。其實咧就本身想錄 RTA 俾大家睇嘅，但係咧每一次都俾人 ban 咗，所以用唔到。咁我哋喺個普通競技場嗰度試一試俾大家睇先。我淨係可以答到你一句啦，佢真係勁到弱智。佢喺第2個回合係特別勁嘅，但係今日咧我想分享俾大家睇，佢都可以打一波流嘅。咁我而家打緊呢係鑽石3大師1啦，段數唔算太高。呢個咧係我原本防守嘅陣容啦，我轉走隻嘢嚟轉做逆靈啊，我啲速度裝備啊、自學咧都係唔完整嘅。咁我盡量將啲角色啦拉條上去啦，純粹想分享俾你睇睡馬麗究竟有幾強嘅，佢個3技究竟有幾強大咧？我卡奇一下暈咗落去啦，然之後逆靈再開個3技，確保我隻睡馬麗有最大嘅傷害輸出嚟噶咯，睇下可唔可以一下秒晒對面嘅角色先。好啦，開波1個3技打落去，究竟可唔可以秒晒佢4隻角色咧？一下打落去，你殺咗對面，睇唔到殺咗幾多隻角色。reset 多次技能啊，係一下秒晒對面4隻嘅。哇，呢隻係咩角色嚟嘅？真係太變態，真係唔講以為話眼花竟可以一下秒晒。OK， 我哋睇多場啦。大佬你坦克嚟嘅，如果你坦克都可以一波流對面嘅話，咁你坦咩克啊？對面呢就係夜尼加利拉姆，我哋睇下係咪又係一波秒晒佢咯喎。好啦，今日係咁多先啊，都係分享下呢隻角色有幾強勁啦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個 channel 啦，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總算輪到我了，小瀑布，變身，馬上清場，靈火，劍舞。我會處理乾淨的。安息吧，聆聽解罪的祝言。